以下分少解对话理解。对话理解也一样，我们可以先理解各个选项的语义，再来注意听题目，在对话的线索里面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以这题来说，选项一 Not book 费签，意思就是交房租。选项二送钱不一，意思就是送钱给他。选项三摸不一骗，意思就是没有被人骗。选项四永哈出钱，意思就是一起出钱。四个选项的意思我们都了解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这一题，请听对话。韩说你就安酷咧，韩险险本老的骗道。好在有你讲不爱分享，希望爱联络费都会纳唔出咯。请问谁买老谁来？天寿做乜解？刚才在对话中，女生说：“你已经这么劳苦了，还差一点被骗子骗。”男生说：“幸好有你告诉我，让我清醒，要不然我连房租都缴不出来哦。”请问女生帮男生做什么事情？当我们在聆听对话的时候，就要注意里面的关键词汇，特别是客语的特征词。例如喊是你就安酷嘞，你已经这么劳苦了，还嫌骗本老日骗到，老日就是骗子。好在有你讲不爱分享，幸好有你告诉我，让我清醒。希望我连路费都会拿不出哦，要不然我连房租都会缴不出来哦。请问女生帮男生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就可以从四个选项中选出最适当的答案。女生有帮男生拿路费签吗？没有。女生有送钱给男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有一起出钱缴房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只是让男生清醒，摸不应骗。所以这题答案选3号，摸不应骗。因此我们在听对话理解的时候，就是要听出里面的关键词，听出他们在讨论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。